那透早立法院4号位啊，有民间团体跟民众去抗议拿笔没收民主，违反庭事正义，嘛呼吁讲国会改革法应该爱个登去委员会好好讨论。我们是没收民主的国会。 这是立法院野手表决指头通过藐视国会罪相关条文。透早民间团体也号召民众伫立法院4号位集合，发出不满的声音。立法院青岛东路这边也开始打布棚，侪关注国会改革法案的小党、民间团体、民众安装店家战到暗时。有人讲今日是第2届的立头会，但是大家会认为安尼讲是互人非常的怨叹。这表示过去10年来。 318了，国民党因无任何的反省，因无任何的改变。当代议政治失能，当我们的国会被蓝白主导而失能，公民就要出来抢救民主。当国会失能成为事实，重返街头就是公民的责任。 小党画写爱民众搁一摆行上街头，参与抗议的民间团体也集齐。顶礼拜野手表决指头通过的总统常态化到立法院接受质询，相关国会改革条文已经违反宪法。形成了立法委员可以变相的来质询总统，这就是违宪，创造所谓的立委对总统质询的权利。我们的宪法明确的规定，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对象。 是行政院院长以及各部会的官员。民间团体也提出质疑，国会改革相关法条一直采用保留的方式，无经过委员会的实质审查，就到议会表决。法条内容唔来立法委员，民众更加维护不好清楚，呼吁民众做伙站出来表达家己的声音。记者郭文林、凯台北报道。